新春將至，澳門準備好啦！今個新年，澳門將為你獻上雙重驚喜，歷史悠久嘅氹仔舊城區同文創熱點關前後街兩大歷史街區攜手串聯，限時變成為行人專用區，讓你沉浸喺最地道嘅節日氣氛當中。由2月17號到22號，即大年初一至年初六，中午12點到晚上7點，呢份新春限定嘅體驗正等緊你嚟探索。首先就等我哋走入氹仔舊城區，從益隆炮竹廠出發，途經官也街，一路漫步到路氹歷史館。限時設有賀年特色市集、快閃表演以及創意打卡裝置，每一個轉角都係一次全新嘅發現。期間喺益隆炮竹廠仲會每日舉辦唔同主題嘅音樂會，同大家一齊燃點新春狂熱氣氛。熱鬧嘅唔止係氹仔區，關前後街都同樣精彩。我哋可以由澳門地標大三巴牌坊出發，途經人氣地標關前匯，再到草堆街，呢度匯聚咗傳統老店同文創網紅店，仲有限時嘅賀年特色市集、互動攤位遊戲等等。而喺戀愛巷附近，更加有精彩嘅快閃表演。當然唔少得財神出嚟同大家拜年送福啦。為咗等大家玩得安心又盡興，兩個行人專用區都設有大型指示牌以及旅遊諮詢站，現場都有工作人員同埋警員提供協助。出發前可以喺交通事務局嘅網站、手機 App 或者微信公眾號查詢最新嘅臨時交通安排，輕鬆掌握出行資訊。今年嘅澳門新春，兩大行人專用區絕對讓你驚喜連連。期間記得只要喺行人專用區內或周邊商戶消費滿澳門元50元，憑收據就可以兌換紀念品，先到先得。大家快啲嚟澳門感受呢一份獨一無二嘅春節魅力啦！農曆新年，祝大家新春快樂，萬事如意，恭喜恭喜！